歐洲嘅足球水平高啲，原因嗯，個歐洲國家佢哋嗰個帶動嗰個能力都係強啲。不過咁喎，嗱，好多人咧一睇到嗰個佛德國打和呢個西班牙，個個都話咩打假波啊咁。我覺得呢啲咧就係一個即係好唔用腦，一睇到結果就俾咗個結論嘅。咁啊，第一世界盃咧呢啲波咧係好難打假波啊，同埋而家咧已經唔興打嗰啲個財團式嘅假波，即係話一個大莊，跟住咧就攞錢就去買幾個球員啊咁咧，已經冇呢種，唔係話呢啲人變咗好人啊，佢哋變咗咧係賭咩咧？就賭一啲個，因為 online 之後咧就完全改變咗嗰個遊戲規則。咁好似有個叫做Poly Market 咧，咁樣佢對到㗎。其實咧，即係佢等於個莊家咧，就係我抽 commission 嘅啫。你哋自己買贏嘅同買輸嘅自己對到。呢一個咧買咗42萬美金，就係話打和佛德國同西班牙打和，你諗冇可能㗎嘛？啲贏大錢啦！即係第一名嗰個新咪贏咗4400萬美金，10倍。係啊，我知啊。咁我啲隊友咧就打假波咁，即係我問咗佢一個問題啦。我話 OK，如果咧非洲有個地方，佢哋一個月咧得500蚊人工嘅啫，你咧就攞咗1萬蚊去買，咁嗰啲農民係咪覺得你會唔會覺得你打假波？因為美國咧係好多有錢佬，如果你講有啲點講啊，嗰啲叫做做 tech 賺咗好多錢嘅，佢有3兩億美金身家，佢買40萬美金，唔係好多錢啫，係嘛？咁你冇理由話佢咁樣就打假波啊嘛。同埋而家已經係嗰啲莊家咧變咗咧 online 咧就係去即係嗰啲 spread 真係低買，即係點樣買股票噶嘛。咁佢譬如話曼聯多擁躉嘅，佢咪將曼聯個派彩俾低啲咯。呢隊波擁躉少啲嘅咁即係因為人多，一定佢哋唔介意佢賺，即係點講啊？你個派彩少啲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佢買100蚊、50蚊，嗱100蚊、50蚊就好少一個人，但係如果你全世界嘅人 online 去買嘅時候咧，佢講緊可能幾千萬一注嘅喎，咁佢攞你5% 嘅 discount，佢派少啲俾你，咁嗰邊咧就派多啲，咁佢有大數據噶嘛，咁兩班買賣嘅人佢一睇一睇瞪暈咗，佢攞嗰啲派彩嚟俾佢，咁已經大家都開心嘅，係啦，係嘛？